以曼陀羅藝術為載體，探索美育與心靈共生之道嘅深耕藝境美育潤心蕭雅文藝術作品展，即日起至2月8號喺澳門何族崇義堂聖荷堂展廳展出。咁我係好希望可以透過呢一次以曼陀羅為主題嘅一個作品展啦，去帶出嗰一份我哋點樣去攞翻我哋內在嘅力量嘅一個過程，結合住唔同嘅材質去做一個創作啦，去做一個表達啦，點樣透過教育可以咧去被愛啦、被滋養啦，跟住更好咁樣用生命去影響生命。展覽以曼陀羅個人成長3部曲為核心敘事軸，以圖示同心性嘅互證為核心創意，立體呈現作者喺視覺、藝術創作、心理成長同美育實踐3大領域嘅跨學科探索成果，為公眾帶嚟兼具審美體驗同心靈啟迪嘅獨特體驗。